如果我们台铁没办法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啦，那真的是调票价是完全不合理的。提供一个安全的营运好的服务，我们再来谈这个票价的调整。台铁改革的3个重要面向，就是安全、安定以及转型这3个目标进行讨论。安全面部分，现在台铁的工程大概500多个，其中有204个是在铁路的旁边的哈。昨天要求204个临轨工程全部停工。那主要我们觉得在工区的观念还是非常的不好哈，所以我们要求停工，由铁道局确认相关施工安全规定到位，然后并查核完毕、改善完以后，我们才会复工。第二点是台铁的新建工程，以后原则上是由铁道局来办理，那主要是看重铁道局的工程能量是优于台铁局。第3点。台铁局就我们的北中南东4个地区马上成立协调的一个汇报，然后指派资深的主管进驻。那主要是除了过去所谈的因公机电的整合，也对于工程也要有实质的督导。那第4点是全面检视，包括施工边坡的防护工程，以及防止异物入侵的这个工程所需要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安全措施，强化进出工地的 AI 的这个智慧管理跟安全的防护措施。那我们现在要求所有的工程督工人员都要配发这个无线电的这个设施，一有状况立即通报并紧急应变处理。这个是那第6点哈，就是过去台铁局。就这个工地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由厂商来负责。那台铁局应就工地安全管理负起责任，不应只由厂商负契约责任。那院长特别提到，对厂商违反规定，应建立完整的防堵机制，并确实执行到位。那第2大项是有关于安定，就是我们包括现在台铁的财务以及同仁的。对于改革的这个看法哈，有3点的指示。第一个是台铁局服务路线、小站还有偏乡的服务，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政策性的服务，不能减少。这个亏损就由政府来做补贴，让台铁没有后顾之忧。第2个，未具自偿性的建设经费，以及每年应该负担的退休这个旧制的退休金跟衍生的利息，政府。来做这个吸收。第3点，台铁员工在我们在这个安全的这个整个改革的过程，或是组织的局部调整的过程，薪资、福利等权益不会改变。在员工权益确保的前提下，由相关部会、专业人士、外部专家共同讨论完成规划。在我们在这个全面安全。等相关的建设完成后，进行台铁朝企业化转型来规划。那第2项，转型所需的相关的修法，像这个台铁的组织条例、铁路法要一次到位，送请立法院来支持，让未来的资产营运能够活化，让台铁能够永续的来这个经营哈。现在哈，我们大概有40几个是这个所谓无人的招呼站，然后服务性的这个站大概有20个左右哈。那每一年的亏损大概11亿左右。那这是这个问题。另外就是我们旧制的退休金每年要付40亿，利息8亿，所以会有一个48亿哈。那目前就是11加上这个48亿的部分，那。在包括主计的单位，还有包括院长的财事，这个部分都是由这一个政府负担哈，不要让他们因为在沉重的这个压力下，很多东西为了省成本啊，都弄得非常的这个尤其会影响到这个安全哈。另外也有谈到这个有一些类似像我们铁路立体化，在我们台铁也因此哈也分担了一些建设成本。
那现在是说，如果位居自偿率的部分哈，也有这个以后就说这个分担的款项也不会让台铁出的太多哈。